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eavenly Father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You'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,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You lead us, you guide us,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
耶和华赏赐我一切的大恩，我要用什么报答伊？我要捧起救恩的杯，求叫耶和华的名。我要伫伊正百姓的面前，对耶和华谢我的愿。作为来吟圣诗，圣诗第69首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的心神你着唱歌，我都感谢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伊有创造天顶地，耶和华上帝。一大救主听从上帝，照顾人类的天命，赐归阮全属乎天的残恒出山，不愿欠亏。耶和华上帝。我的心神，我的心神，天生朝见主的面，伊是全能永更上帝，永远伫你天顶地，主上帝。请咱留言徛伫，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四道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国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做伙来启用，启用文22篇，启用文22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引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好物祝你的心愿。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，因为天离开地遐尼远。当离开西有偌远？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？因为伊知咱的体质，论到人，伊的日子亲像草，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。总是耶和华的慈爱，归伫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。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，
恁遮有大官能的天使啊，听伊的声，听伊命令的，拢着阿乐耶和华。恁一切受伊创造的，伫伊所管理的逐位，拢着阿乐耶和华。咱做下头来祈祷。我伫天的爸，感谢你，伫这年尾感恩的季节，互阮会当搁到你的圣殿敬拜你、学乐你、感谢你。数算一年来，你互阮无限的恩典。虽然一年的中间，阮无一定事事亨通、事事顺利，甚至阮有可能拄着死失，或是身体健康出问题，或是工作上拄着困难，也是经济上拄着压力。总是阮知，这会拢有上帝美好的安排。因为你有应允，你袂互阮无法度通担当的担。只要阮倚靠你，就你加添阮气力，较赢所有的挑战。今仔日是感恩节，400几年前，因为旧教对清教徒的压迫，你带领一群虔诚的基督徒来到北美洲。接近200年后，因用圣经的教示，成做因的宪法，建立新的国家。过200年，因成做世界同强的国家。阮台湾相反，伫400年前，阮的祖先渡过乌水沟，来到一块岛屿，总是阮却经历侪国家的统治，对荷兰。东宁王国、清朝、日本，一直到国民党，经过400年，虽然阮讲阮即嘛是一个国家，总是伫世界上无几个人会承认，甚至隔壁的中国，成做阮同大的威胁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嘛求你引带看顾。阮知万项事拢有你的时期，你的排比。我嘛相信，最后你的公义的确较赢世间黑暗的权势。假使阮靠着信心，倚靠你，传主的福音，互较侪人来信主，阮相信，当阮台湾会当成做一个行公义、好人民的国度的时，阮就有家己的感恩节，来感谢你对阮的恩典无限。我来祈祷恳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了，圣歌队今日要念的诗是，今仔日是修行感恩日。
咱做伙来看两位圣经，第一位记载伫旧约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。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，伫台语汉字本第29面29页。台语汉字本第29面28章第10节，雅各离开别是巴往赫兰去，到一所在，因为这道就伫遐休眠，对遐个石头的中间摕一块做枕头，伫遐困。梦见有天徛伫地里，推顶拄天有上帝的使者伫推里在上落。耶和华徛伫推顶讲：我是耶和华，你的祖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也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所困的地赏赐你甲你的后裔。你的后裔要亲像地上的土沙，你要对东西南北来发展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得到福气。我也甲你离地，你无论去倒落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来这所在，拢无放杀你。到我正对你所讲的，雅各困醒讲：耶和华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。就惊讲，这所在到这通行，毋是别项，就是上帝的厝，这是天的门。18节，雅各早早起来，将伊做枕头的石徛做条，倒油伫顶面，就名迄所在叫伯特利。这个城本名罗斯。雅各起愿讲：上帝若甲我伫地，伫我所行的路保护我。佮互我有米通食，有衫通穿，互我安然倒来我的爸的厝。就耶和华的确做我的上帝，我所徛做条的石，要做上帝的厝。既然你所赏赐我的，我要将10分的1分献予你。第二位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28章。马太福音28章20节，新约圣经第38面38页，马太福音28章20节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就假是因守，佮我日日甲恁伫地，到世间的落尾。现在，我心更先来尊重，我心现在对你讲，提醒我的主，现在。讲道，但牧师今日讲道的题目是耶和华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拢捌做过梦有时梦是真甜蜜，毋过有时的梦有时互咱真惊吓。有的梦醒起来以后，咱拢袂记得；但是有的梦却互咱一世人拢记条条。所以有人有讲，有的梦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
就是讲你是咱咧想啥，啊有时暗时就会做梦。但是有真侪梦，却是为着真要紧的理想甲目标来做梦。真出名美国的黑人运动的领袖，迄个金恩牧师，伊捌伫美国首都华盛顿大游行的中间，发表一篇叫做《我有一个梦》，我有一个梦。伊伫演讲的中间提到讲，我梦想有一日，人甲人的中间，无因为皮肤的色泽来有纷争，也无因为种族的区别有贵贱的分别。我做梦有一天，人甲人的中间，无因为利益来做伙生活，也会通知影分享、互助一个真好的世界生活。我也梦见讲有一天，我的囝儿、查某囝会通甲别人做伙坐伫公车，做伙伫乌白的即个人自治的学校做伙读册。这是经文牧师伊所发表讲，我有一个梦，正做今仔日世界真侪的人追求即个目标。咱知影，即个经文牧师发表即个演说了，尾啊也为着伊所努力的目标理想来受暗杀。毋过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以及真侪人的努力，今仔日美国的黑人会通得到尊严甲地位，虽然也有即个种族的分别，有时也制造社会不安。毋过，伊的努力、伊的牺牲，正做美国真要紧的目标甲努力的所在。今仔日咱所读圣经创世纪28章，有记载另外一个人所做的梦。咱要三甲通过这段圣经，三甲来思考，这个人所做的是甚物款的梦？旧约创世纪28章10节到22节，所记载就是以色列民族第3位的族长雅各的历史。记载雅各伫伯特利所做的梦，伊的经过甲做梦醒以后，雅各的反应。今仔日咱要三甲来探讨雅各的梦，到底伫今仔日伫即个时阵、伫即个所在，对咱有甚物意义？对咱有甚物信息通学习的所在？头一项就是伫创世纪28章的10节到12节，而且有讲雅各离开别是巴，往合兰去。到一所在，因为日落，就伫遐休眠，对遐的石头中间摕一块做枕头，伫遐困。梦见有天徛伫地面，推顶拄天，有上帝使者伫天里上落。这段圣经，互咱看见一个野仙旅行的人。拄到仁慈、慈悲、疼痛的上帝。短短3节的圣经经文内面，互咱看到，这是雅各对别是巴要去合兰伊的阿舅老板的厝的故事的中心。而且咱看见一个行路旅游一个野仙的人，伫日落的时阵。伊来到一个所在，伫遐过暝。伊搬一个石头做枕头，困伫地上困去。困伫中间，伊梦见有一个腿对地上放到天顶，腿的顶头有上帝使者伫遐起起落落。而且互咱看见有3个现象，这3个现象拢是属于宗教信仰的这个范围。头一个就是，这是一个梦。咱看见雅各，伫即个以前伊的生活，
充满惊吓，充满孤单，因为伊的兄哥以扫想办法要来杀伊。以扫要杀雅各有两个主要原因，头一个就是伫创世纪25章29节到34节，描写雅各用红豆仔汤来骗这个大囝的名分。以扫是大囝，但是雅各甲伊老母利百加就想办法来要争取这个大囝的名分。第二项的原因就是以撒年老时阵目睭无看见，想要食以扫做的这个真好食的口味，互伊死以前会通来祝福这个以扫。雅各的老母利百加听到这个话以后，就叫雅各穿以扫留伫厝内面上介好的衫，互雅各来穿。佮用山羊即个的门，伊的摸梳迄个手双手，甲伊颔棍光光的所在，通用好的即个口味，互伊的老爸以撒通来食。来用安尼来骗伊目睭无看的老爸，会通对大囝的祝福。所以这代志发生以后，即个以扫要求祝福的时阵，求伊老爸以撒祝福的时阵，伊知影伊的小弟雅各已经大声用骗的方法来得到这个大囝的名分。创世纪27章第1节到第40节描写这段故事。所以伫创世纪27章41节有记载讲，以扫怨恨雅各，因为伊的老爸祝福雅各。心内想讲，老爸要死啦，丧事啦办了，我要来杀雅各，要来杀伊的小弟。所以因为安尼，雅各听伊的老母利百加的话，就走去伊的阿舅老板的所在，伫遐来徛起。伊伫即个时阵做一个梦，互伊体会到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甲伊三甲之地。这是头一个以扫做一个梦，第二个就是伊梦见讲有一个推对地上透到伫天顶的所在，这表明讲上帝甲雅各的关系，这就是上帝甲人来往的关系。假使咱若将这个当作是耶稣基督甲伊的门徒、甲伊学生拿达业。甲腓力所讲的话来对照时阵，咱就知影圣经的作者用这种天开有四者起起落落，伫个中间起起落落，来形容人甲上帝中间非常特别、这个亲密的关系。约翰福音第1章51节安尼讲，耶稣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恁讲。”恁要看见天开，上帝使者上落伫人子的顶面。约翰福音第1章51节也描写讲，上帝甲伊的囝耶稣基督中间迄个亲密的关系，讲上帝使者上落伫人子的顶面，就是伫耶稣的顶面。可见这是上帝甲耶稣有真密切的关系。这是第2项，第3项，咱看见上帝使者天使的出现。上帝使者出现，代表上帝所应允的国度已经来到这个地面上。上帝现在拄在做工课，在做工作。上帝使者遍布伫这个地面上。执行上帝命令，以及要来照顾伊的百姓。雅各过去惊吓已经受克服，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来到伫雅各这个家族的中间。对安尼，雅各的生命大大的改变。咱对这款的了解，
互咱看见，伫人生旅途中间充满不安、惊吓、野善的人，伊所最需要的是上帝慈悲怜悯的接纳，互伊的人生有大大的改变，互伊人生甲过去拢无相款。这是头一项，咱通过这段圣经，互咱看出一个野善的人，伊知影上帝甲伊上帝临在伫伊的中间，互伊人生完全的改变，互伊的生命也甲以前拢无相款。第二项也通过创世纪28章13节到15节，这段圣经，互咱看见上帝徛伫雅各的身边，对伊讲话来带予雅各真大应允，雅各真大的祝福。13节到15节安尼讲，耶和华徛伫推顶讲：我是耶和华，你的祖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也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所困的地赏赐你甲你的后裔。你的后裔要亲像地上的土山，你要对东西来北来发展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得到福气。我也要甲你治地，你无论去倒落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来这所在，拢无放松你，到我正对你所讲的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这是上帝的祝福，上帝对雅各的应允。而且互咱看见，这毋是干那天使在讲话那定，这是上帝本身雅各在讲话。上帝对雅各所讲的话，有包含鼓励、应允、甲望的这个困难。上帝出现，也将伊的应允带到伫雅各的身上。安尼到底什么款的应允？上帝互雅各应允，这个内容是什么？咱会通过这段圣经，创世纪28章13节到15节，互咱看见上帝应允的头一项，就是讲我要甲你同在，我要甲你三甲之地。这是雅各望见这个天会推。上帝出现的这个结果，天地三年一直是圣经上帝话这个信仰这个核心的所在。圣经内面真侪所在描写上帝甲人三甲之地，上帝甲人同在的这个经文。头一位就是耶利米书第1章19节，而且记载讲，因要攻击你。攻击你，却袂通赢过你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而且咱看见上帝对耶利米先知所应允的，就是讲，虽然对敌要攻击你，却袂通赢过你。迄个原因就是我甲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讲。所以先知毋是讲伊大声知影什么代志。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，替上帝讲话。为此是今仔日总统府、总统也是行政院，拢有这个发言人替总统替行政院长咧讲话的这个发言人。所以有约先知，毋是讲伊要讲家己的意思，是替上帝在讲话。第二位的圣经伫新约马太福音第1章23节。就是伫圣诞节以前，这个天使对玛利亚所应允的，讲要有一个财生女怀孕生囝，人要称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，翻译出来就是上帝甲咱同在，上帝甲咱三甲之地。所以遮咱看见耶稣的名有这个拯救的意思。耶稣的名也有上帝甲咱同在，上帝甲咱支持，是个真要紧、真重要的这个应允。第三位就是咱下早起所读另外一位圣经马太福音28章20节，讲既然我所吩咐恁的，
就假是应受，我就要常常甲恁三甲地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而且讲，我耶稣英文讲，我要常常甲恁三甲地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耶稣也应允咱遵守耶稣所吩咐、所教示咱的话，伊就要甲咱同在到世间的落尾。这是头一项，上帝应允雅各讲，我要甲你同在，我要甲你三甲地地。第二项就是，这个应允是上帝行动，所以伫遮讲，无论你到什么所在，我拢要保护你；无论你伫叨落，我拢要保护你。所以对圣经，互咱知影，上帝一直在扮演保护伊的羊群、伊的百姓一个真要紧的角色。诗篇第21篇短短的8节中间，有出现6遍讲上帝的保护。8节的中间，短短的8节经文出现6遍讲上帝保护，安尼表示上帝要保护伊的百姓，无受对敌的攻击，无受这恶邪恶的这个攻击。诗篇91篇第11节到15节，而且有讲到上帝使者一个真要紧的作用，就是看顾、保护、甲拯救的角色。所以伫遮咱看见上帝对雅各的应允，这是代表上帝行动，讲无论你伫叨落，我拢要保护你。上帝有保护这个真要紧的角色，咱得到上帝保护，伫惊吓困难的环境中间，咱会通体会到上帝伫咱的周围，上帝伫咱的顶面，上帝伫咱的背后，在保护咱，在照顾咱，互咱无拄着过头恶担当的事。第三项的应允，就是伊要带领雅各倒转去这个上帝所应允的土地。上帝对雅各讲，伫创世纪31章第3节，讲我要带你倒转去你祖先的土地，到你本族的所在，我要甲你同在，我要甲你三甲地地。互咱看出这个流浪的游牧的民族，上界大的愿望，就是有一天会通倒转去家己的所在，倒转去祖先徛起的所在。这是上帝应允，上帝疼痛。所以咱看见伫创世纪31章13节，搁一遍来重复这款的情形，讲我是逼着你的上帝。你伫遐用油抹的这个条啊，我你下愿，现今你起来离开这个所在，倒转去你本来徛起的地。这种离开的经验，咱常常若出外旅游，也是出国的人，拢有一款的想法，有一款佚佗一段时间了，想要倒转去家己故乡、家己厝的一款的念头。我伫10年前的年底对无方教会退休了，过当年我伫美国的北美的所在，伫美国温哥华甲即个美国德州的休斯顿2间长老教会，第一期伫遐来牧养，伫遐来帮赞，当时无牧者的教会。过当年2014，我也伫北美加拿大温哥华长老教会，伫遐有半年的时间来第一期协助一间教会。伫即个出外9个月中间，真想讲会通安尼早一日倒转来台湾家己徛起的所在。即款的旅游一段时间了，想要倒转来，是咱拢有即个经验。雅各也是安尼。离开伊的故乡，也仰望上帝应允，互伊会通倒转去家己故乡来徛起。所以上帝应允，互雅各有真大的即个期待，也互雅各一个真大的仰望上帝真正照伊所应允的来实现伫伊的身上。伫路加福音
15章11节到32节，耶稣基督也讲一个浪子回头的这个譬喻。这个譬喻就是一个放荡主将伊老爸予伊的财产开毁了以后，逆境的中间，伊想要倒转去伊的厝。伊甲伊老爸讲：我有得罪天，甲得罪你，我袂通阁做你的囝，我会通做你的长工，也袂要紧。这浪子回头的故事，也是互咱体会到，一个人流浪故乡，出外拄着困难、艰难、病痛，无路通行时阵，望会通倒转来，这个家己的故乡，一个真水的故事。所以，天主教一个神父卢云，伊有写一本册叫做《浪子回头》，荷兰的一个画图家、画家，这个伊也画一幅图，放伫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圣彼得的这个美术馆内面，迄幅图叫做《浪子回头》一幅图，伫遐人看见迄种望上帝互伊回来故乡，上帝保护、上帝带领的应允，对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，也是对人一个真大的鼓励甲期待，互人有心会通倒转来伊家己的故乡。这是人类一款的本性，就是厝外拄着艰难、拄着问题时阵，望转来家己的所在，得到温暖，得到保护，得到望，得到支持甲辅助。所以伫遮咱看见上帝应允，互雅各体会到伊会通来徛伫上帝的边仔，听到上帝对伊的应允。第三项就是咱会早起所读、会早起的主题，就是讲上帝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影。28章的16节到22节，而且上帝应允对雅各的做梦开始，雅各的反应也是伫伊梦醒以后有真大的反应，有真大的行动。咱看见雅各对做梦中间醒来以后，伊安尼讲：耶和华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影。这款的讲法，就是雅各体会到，伊做梦的时阵，看见上帝伫安尼伫天安尼天的腿伫遐起起落落，上帝所写起起落落，伊竟然毋知影，伊就真惊吓，因为伊体验到上帝显现是即个所在，所以伫遐安尼话讲，即个所在，即个通行，这一定是上帝的厝，是通往上帝即个的门户。27节讲，即个所在叫通行，毋是别项，这是上帝的厝，这是天的门。伫新加坡有一间叫做教会，叫做伯特利堂。因伫外国的教会，拢有将教会，毋是干那讲教会名，讲咱独行教会，因拢有一个特别的即个伯特利堂，也是讲咱的大学伫民生路，咱台中民生路有一间卫理公会，因会通号这什么堂，即个伯特利堂的教会的一个大门顶头，就是写讲，这是上帝的家，上帝的厝。是天顶的，是天的门，讲这是上帝厝，天的门。每一遍兄弟姊妹要去教会建立教会礼拜堂的时阵，拢会看见，讲这是上帝厝，这是天的门，表示讲这间教会是属上帝的，这间教会也是上帝名所设立的。所以咱看见雅各这款的祈愿。伊的恭敬，将即个伫困的石头，来立做纪念的所在。伫石头顶头有燃油献予上帝。28章的18节，伊就甲迄个名号做必得利，意思就是讲上帝殿、上帝厝。做落去，咱看见雅各上帝祈愿，对即个祈愿的中间，我哋发现到。
雅各是一个真高想个头脑安尼奇奇怪怪的人，伊对上帝的应允，伊无真正完全的相信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当雅各做梦醒来以后，知影上帝要甲伊三角同在，保护伊，佮带伊倒转来家己的厝的时阵，咱一般人来讲，应该要用诚心、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启示。但是咱看见雅各却甲上帝伫遐计较，伊甲上帝讲：你若应允我，就我要将这献互你；你若应允我，毋是确信，毋是讲你应允我，讲你若应允我。所以遮咱看见雅各伫遮对上帝也阁无完全的信靠，伊应该来信靠上帝应允。上帝对伊的答应，用感动、感恩的信仰来回应上帝。像咱今仔日教会真侪教会拢用做感恩节主日，感恩节主日，咱就是用实际行动代表咱对上帝感恩谢谢。虽然对上帝感恩谢谢用淡薄的金钱来表现，毋过这是出自咱真高的心。经过行动来回应上帝过去一年对咱的帮赞。虽然伫台湾，咱过去一年拄着疫情的影响，有拄着真侪经济、生活、身躯种种的艰难困苦。毋过，咱若回想过去上帝疼痛的时阵，伊也阁留咱的活命，互咱有盼望。但是，咱看见雅各伊的反应，就是有条件的即个交换。创世纪28章20到22节安尼讲，20节讲雅各下愿讲，上帝若甲我支持，伫我所行的路保护我，佮互我有面通食，有衫通穿，互我安然倒来我的爸的厝，就耶和华的确做我的上帝。我所徛做条的石，要做上帝的厝。既然你所想事我的，我要将10分的1分献予你。是遮讲上帝若甲我支持，毋是讲上帝甲我支持哦，上帝若甲我支持，安尼表示雅各也佫有无完全的信靠，完全信赖上帝应允。那经文讲，如果上帝若甲我支持，表示雅各的心态。雅各伊若用坚定的信任上帝的话来讲出，安尼迄个结果一定完全无相款。上帝所要求的，毋是雅各将迄个看石头即个枕头所在，也是伊献做即个油诚做纪念的所在，也是献1/10互上帝。上帝所爱的是雅各本人的改变。生命的改变，这种的情形一直到伫雅各上帝互雅各伫这个雅卜的这个渡口，甲上帝使者伫遐伫小宴的时阵，雅各才完全的改变，伊才完全彻底来改变伊过去无相信欺骗这款的生活的一生。创世纪32章。22节到32节有记载，这个雅各直到伫这个时阵，伊的生命才完全的改变，伊的生命才轻幸福是上帝的恩赐甲带领下面。咱会知去这段圣经描写雅各的做梦，以及伊做梦醒来以后的反应，互咱明白咱所信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同时，也是坚守伊甲咱所立的约的上帝。咱就要确信讲，上帝会照伊的应允，对咱的应允来帮助咱，毋是亲像雅各甲上帝伫遐讨价还价，甲上帝伫遐计较。咱翻倒转，当明白上帝确实要甲咱同在，要应允咱，亲像当时应允雅各的讲。
万地上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福会得到福气，我也要甲你支持。你无论去倒落，我要保护你；你也要带你倒来这个所在，拢无放杀你，甲我正对你所讲的。就是讲阮这主日，望咱也通过上帝对雅各的应允，体会到上帝福气要通过咱，互地上万族，因为咱来这个上帝的祝福满满伫咱的中间，咱大家同心来祈祷。感谢天父上帝你的听从，伫阮第廿日也庆祝感恩节主日的时阵，愿通过会早起所读的圣经创世纪28章所描写雅各甲上帝关系中间，愿通过上帝甲雅各的对话精彩对话中间，体会到雅各的个性。对怀疑、无信任的中间，因为上帝应允、上帝改变，诚做欢喜顺服、欢喜伫上帝面前改变伊本身，也诚做上帝所祝福的。并且圣经所写，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也是以撒的上帝，也是雅各的上帝。我今日确信，上帝也是阮的上帝，阮是上帝的百姓。你亲身来带领阮。也要因为阮对你的信靠，互地上万族甲所有的人，因为阮的行踏，阮的所做，阮对你的信靠，来得到上帝无限的恩典甲福气伫阮的中间。感谢你的听从，互阮通过一早起所领受上帝你的话，诚做阮信仰的快乐。阮相信头前的路站，上帝要继续引带阮，要赞阮，帮助阮。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，虽然头前的路我毋知影要安怎行，头前的路我也毋捌行过，毋过阮确信上帝保护阮，上帝甲阮同在，上帝在照顾阮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56首。阿伯兰的上帝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Amen.
请坐。咱下面奉献的时间因为今仔日是感恩节咱2楼头前咱遮有奉献的篮，3楼嘛有准备有一个吼，咱等下会当咱行来到头前来献上咱今年度对上帝的感恩。咱一个出来无要紧吼，咱照顺序一个出来吼，来到头前的奉献篮吼，献上咱对上帝的感恩。3楼换有一个篮吼，那咱3楼的兄弟会当下伫3楼的篮。歌，咱吟诗线请牧师为着咱即届的奉献咱感恩节的奉献来祈祷。只是咱做伙来感谢，听谈阮的主上帝。今仔日是感恩节主日，阮回顾过去一年，虽然有拄着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互阮教会聚会也是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较疏远。毋过，阮也感谢你，伫困难的中间，你保守阮。虽然有真侪人身躯欠安。犹顾上帝你的医治疼痛伫阮的身上，体会到伫困难病痛中间，上帝你无剥杀阮。亲像你有应允雅各，讲无论去什么所在，我要甲你同在，要甲你相甲伫地。
这个时阵，愿献上淡薄的金钱，表示阮对主你的感恩谢谢，求你欢喜接纳。阮恳求你继头前一年的路站，继续保守照顾阮，互阮领受上帝你搁较大的恩典祝福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身躯，互阮的心神拢健康、欢喜、快乐，也互阮的教会领受上帝你搁较大的带领甲祝福，也求你帮赞，独行教会通早一日超找主你所要用的工人。上帝你的牧者，来到因的中间，来甲因三甲同工，互教会得到进步，互教会兄弟得到信仰的栽培甲关心。愿献上阮的感谢，也求你接纳阮所献的，代表阮对你的谢谢，对你的感谢。安尼祈祷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咱来掀开周报第3面，本周的金句。我来念一遍，咱兄弟做伙来念2遍。我也甲你伫地，你无论去倒落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来这所在，拢无放杀你。到我正对你所讲的，创世纪28章15节。我也甲你伫地，你无论去倒落。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来这所在，拢无放杀你。到我正对你所讲的，创世纪29章28章15节。我也甲你伫地，无论你去倒落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来这所在，拢无放杀你。到我正对你所讲的。创世纪28章15节。第3页本周聚会表甲礼拜事项表，请咱兄弟家己详细看。第4页本会消息。今仔日是感恩节的礼拜，咱真感谢陈英祝牧师前来主理礼拜甲讲道，多谢伊的辛劳。伊主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，咱邀请大专中心的林家勋牧师前来主领礼拜甲讲道，咱相连团结来协助来开始点击吼。第3点，今仔日12点，主日后要伫咱歌舞举办年度的聚餐，请报名的同工来出席。第4点，咱今仔日礼拜煞。有要进行咱圣诞的布置，邀请青少年社青兄弟团结前来帮忙吼，嘛欢迎兄弟会当留落来吼，恁若有时间有即个想要来做伙来做布置吼，欢迎恁做伙来留落来。第5点，咱教会已经恢复拜3的祈祷会，请兄弟姊妹来参加。第6点。咱今年圣诞的聚餐要是用小组，咱望伫12月11进前，咱各组的组长会当咱聚餐的迄个经费提出来申请吼。因为年底要关校的原因吼，所以咱望伫12月11进前，12月11吼，咱迄天进前咱来提出来申请补助款。第7点，广播社有圣诞歌吼，若有想要私人想要买吼，咱会当去到办公厅来登记。第8点，12月11进前，咱要用明年第一季学师的论述表，也是团结的聚会表来交予行政干事来编排。第9点，12月24吼，咱今年的暗会要举办平安夜安息祈祷会，咱社青要来主领即届的暗会，咱邀请咱的会友会当写一寡卡片吼，卡片都伫办公厅的对面吼，咱伫咧广播栏下骹吼，咱会当去遐看说明，
神线添天遐个小卡吼，团契消息的部分，今仔日社青要来布置吼，妇女团契11:20伫妇堂有聚会，12月初4，因要伫头版屋来年末聚餐吼。兄弟团契今仔日明仔载过来这个拜六吼，过来这个拜六，因为咱是投开票所，所以过来这个拜六，早经会暂停一届吼。相关团契后礼拜的主理本来是现任长老吼，现任长老有身体欠安吼，怎秀芬长老要来生活分享。青少年团契后礼拜有聚会。关怀协会的部分咱的鱼菜共生已经要开始第2期吼。今日下晡3点半咱有要开始培养、开始栽种吼，咱第2期或者的农作物吼。下面遗体关怀，咱等下来做台导。教界的消息咱家己看吼。到第6面才有野外礼拜。天科长老的一寡心路历程啦吼，咱会当甲看一下吼。第8页有写即个安息吼，是咱要用安息即个来做平安暝吼，的即个暗会吼，咱有只咧介绍啥物是安息吼。安息无拄拄是咱讲的吼，人过身才是安息吼。其实安息有伊真好的意义伫即个所在吼。所以伫周报有做一个刊登吼，咱会当做一个参考。第9页才有顶礼拜的奉献吼，第9页、第10页伫遮报告做领收。11页有10月份的月报表吼，请咱大家当详细看。若准有问题甲来找我本人来做更正。好，咱即摆来。介绍新朋友吼，迄个头拄仔看李老师有来吼，木生长老的隔壁吼，李老师，请咱拍拍甲欢迎吼。好，真侪，伊是鱼菜共生的老师啦，所以咱即个6楼即个鱼菜共生吼，这是伊来发展吼，来遮甲咱帮忙助壮吼，做即个鱼菜共生的即个系统吼。伊本身身体有小可的欠安，本身吼我伫敲找信用吼，咱等下若礼拜煞有机会你若会当找李老师吼，大家互相来请安吼。好，搁一项代志，王明仁长老的妈妈吼，伫11月18亡主温调吼，因为咱周报白虎刊吼。伫遮做一个报告吼，96岁吼，真长的退休啦吼，伫11月25拜5吼，过来即个拜5 10点，伫咱的崇德路殡仪馆的崇光厅吼，要做告别式，吼兄弟若有要关心来参与的，咱会当用即个时间吼，我搁讲一遍吼，11月25拜5吼，拜5下早10点，吼伫崇德厅。殡仪馆，崇德路的殡仪馆崇光厅，吼，伫遮做告别式。好，咱下面咱为着集体关怀甲一寡咱需要代祷的事项，咱做伙来祈祷，请咱起立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愿感谢你，伫这一年一度的感恩节。愿在不管阮得时不得时，不管阮身体勇健还是身体衰懒，不管阮经济是真好还是经济拄着困难，不管阮家庭是毋是幸福，还是阮真正有拄着阮家庭当中阮会拄着的困难，主啊，阮知，阮拢是爱感谢，真正假使阮时时用感谢。来到你的面前，伫阮感谢中间，阮搁当会当体会阮信仰真正的道理伫即个所在。做即个感恩节的时间，
阮搁一届感谢你。伫感谢中间，我嘛要为着阮的需要，阮来祈求、来求讨。王明仁长老的妈妈蒙主恩调，感谢你，予伊有这长的岁寿伫这个世间享福。总是拄着死的过程中间，难免家族会有毋甘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嘛是爱搁处理后事。求主你亲自圣神亲自安慰引带，伫这规个过程的中间，我嘛为着这个囡仔高中、国中因伫一学期的中间要来考试，望主的引带，互因毋那是伫因的学业的顶悬，搁较伫因的信仰的顶悬，会当伫少年的时有真好的起做。我嘛为着身体欠安、病痛的兄弟来祈祷。思纯普兄、林淑慧老师、现任长老，因拢需要主你亲自的医治甲保护。我嘛为着有确诊的这兄弟，也是已经有好势，总是嘛是要你疗养的这兄弟来祈祷，盼望伫因的破病，也是伫因恢复的中间，拢有主你的听甲因支持。我嘛继续为着阮聘牧的代志，阮来祈祷。阮知一个教会需要一个牧师来做引带。阮伫这个时间可能阮有阮真大的欠缺。总是我嘛知，主你要亲自安排摆比一个好的牧者伫阮的中间，一个适合阮独行真正用心伫这个独行这个社区、这个教会的一个牧师来到阮的中间。阮昨同工做伙开一个同工研讨会，为着明年度的事工阮来讨论。虽然阮无真明确的一个阮的工作的一个目标，总是阮嘛有做真好的搭合。恳求主伫这个无牧师的中间，互阮正同工阮这的长执、团契会长，甲这同工，阮会当同心合力，伫主你的引带下面，互阮的教会顺利来进行伫明年度的事工的顶悬。阮将顶面所有的事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感谢祈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互相请安。咱来吟每遍的诗，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吟诗煞，请陈牧师来祝祷。愿父囝甲圣神上帝恩典、怜悯甲平安，甲恁三角同在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遐济。咱礼拜到这。